听不哩听过点嘛？你那嘛爸妈一阵子不，啊就是花花伢啦。你把家娃那大嘛，这些兔子的人不啦我，若哈兔छो兔，我吃只瓜比我吃狗只瓜吃我。古里呢，罗达拉祖呢，拉祖村面嘛，阿里比我弄的一花个子，别啦比别的瓜咯。古里呢，耶稣里一话的，我对对弄话的别个呢，弄话呢拉祖阿比一花嘛子，一时嘛多呢，弄话那瓜生命嘛的，我花子是我10多岁呢，第次提爸妈生命抓咯，在路呀嘛黑女瓜，我一的谁伊拉着我，阿六边呢，我花呢。咋都知我咯，我生命多知我咯，我花咋是我10多岁，一年我那个3点没事，我米一那个掉咯，3点嘛爸爸里，我的支付拉是爸爸挂比我米3点嘛里比，我的咋算米我挂比3点么我。去嘛那木瓜瓜比耶拉嘛爸爸我咯，不怕不咋干嘛爸爸里比嘛个，伊话那说，爸爸去嘛咋说呢？第次第八3点我不要咯，偏面今年耶稣卡普鲁努只一瓜，妈咪妈爹的别干嘛我咯，阿木遇干嘛呢？不啥意思就偷瓜比我咯。